是女儿心碎的花样，困可好？母亲，可好？生死光，兰心为真，知凌云。世君上平先死亡，名家女要为那公子盘多成财神，你天生丽质莫失去，怎可以应招待先上京城？你这天生难是病，常为素子尊贵勋，虽则是奴才多中举传家，才艺宫门不光是春草为邦，三春归，不情愿长盘高堂，生成婚。难得女儿一片孝心，可是儿啊，尚能进宫盘道，那是天大的荣耀。听命母亲做主，这就对了。夫人美过吧？好是美村。哎，公子美过吧？公子美过美过，老爷买了匹吧？哎，那少美多啊！少美村吧，美村香吧？啊，他好像买下了，买下了美村吧？要金香啊！姑子，可怜，做做好事。姑子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是我亲生的，只因为家贫如洗无水机，只好将亲生的骂给人家。姑子，你可，哎那，姑子，你就可怜我哎那，姑子，你可，姑子，你就收下吧，姑子。
从言。从来无心似红妆，今日有意领清分。相公，相公，你早给人家了，把它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好，那公子喜欢一手叫人，一手叫人。银子跟我去拿1两不少。人们啊，须待3日之后再来领取。3日之后，小生非是没脾气，全将人家做品鉴。3天以后放几人离人姑娘进家门。好。神梦他把奴当作人宽待，终身与他好情谊。有谁知今朝阿爹出门去，领来个浪荡公子。这言缕缕将奴敌。只有叫一笔听清无言意，将来临。一远远吉凶一报，谁更天？但愿得3日之内能太平。安奶，安奶，嘿嘿嘿嘿嘿，安奶，侬要给人家转债，阿爹心里有点舍不得。来，叫我一声爹亲，爹亲的亲爹。叫亲爹。哎，安囡，今朝阿爹心里交关高兴，我去买点酒菜来，爷囡俩叙叙，搿么也算阿爹送阿囡啊。嘿嘿嘿嘿，我去酒来啊。嘿嘿嘿嘿嘿嘿。相公，到
是这里。你先进去吧。哎，相公到了。相公。啊，姑娘莫非一人在家？原来是冯公子。阿爹刚刚出门，冯公子。小生有几件衣衫首饰，得来送给姑娘穿戴。此次公子里边请坐。多谢公子特地上门。姑娘，姑娘啊！年鬓浮上眉下呀，为你没去伤心泪。街上买来家事意，聊表心意不认理，几件首饰做上人，还望姑娘莫厌弃。莫非姑娘心中不喜？不，公子厚恩，没此不妨。此人
甚好，后日请来迎你。啊，告辞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迎面生来人情意，大理彩轿受不起。银莲是小生的人，更无需今日两人来认错。既梦垂怜是恩德，此生此心已相许，恳求公子免大礼。今日带奴进府去。终身家居事，岂能草草免大礼？公子有所不知，我那阿爹他讲。阿奶，韭菜买来了，阿奶。老伯回来了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文公子，30未到，怎么？小生非为迎亲而来，司机姑娘送衣裳收拾来的。哦。文公子想得周到，该是我阿奶福气。公子放心，后天时辰一到，我立刻把阿奶送到府上。小生衣过花轿，到时回来迎接。好，公子请，请。徐大爷到。走。公子，姑娘，半日不见，想杀大爷。快随大爷回家去吧！啊！相公，你看。两家姑娘，岂可随意戏说？你是何人？尽管多管闲事。小生冯源乃是姑娘夫婿，后日就要成亲。哼，一派胡言！你想找死啊？我家大爷花了千两银子买下这姑娘。哼，我家相公昨天才付了银子将她买下的。是我家大爷买下的。我家相公，相公，黄不掉掉，你滚上司其身！将我狠狠地打死！你们滚什么？你们想滚什么？滚什么？滚什么？
啊，大爷，去！我得走。哼！子浩，大爷，母亲姑姑来了。大爷，下去是。禀告母亲，孩儿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女子，真是饥寒交迫，十分可怜啊！看她长得倒不错，儿子又把她买了回来。你有事做主张？母亲见了也一定喜欢。唉，把银链带进来。是。快来经过太太。抬起来。抬起头来。起来，扶他起来。领他到里面去吧。是。母亲看他长得可好？受姐儿，姐儿做房小妾。你呀，母亲，母亲，大爷，那新蒙弟已经死了啊！死了就死了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大爷，去看看吧。好，回来。又闯什么大祸了？没有什么。下去。讲。禀告太太，今天快走！你这不孝的孽障，正日里在那头举不服真，堂堂银儿也了心。今日你伤人性命闯大祸，他只怕多根骨中报不成，只怪我中庸眼教我定，才落得生儿不靠，再祸根。母亲不用担心，出了人命，你还母亲，这姨妈的心写好了。好，快寄去吧。
妹妹一步管家辛苦，这可是人民恩子啊！讲，老爷，那一天我家相公放鱼归来，老爷，薛蟠打死我家公子一人，逍遥法外，已经逃往京都去了。老爷速速拘拿凶犯，为民伸冤司法。兵马安全，怒冲天，金陵一把好青年，杀人不起贼难雷神呐，在。兵工儿童50年，把数万血回。他为我阻碍本官法令前。
给他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老爷一向家国景乐，8、9年来就忘了我啦。我看你十分严肃，也是想不起来。老爷不记得当年葫芦庙的事吗？葫芦庙，葫芦庙。先生，就是那个小沙弥，怎么到了云崖当了门子？后来一场大火，葫芦庙化为灰烬，小弟夫此外甥就学了法，来此充当门子。你我也算是并肩之交了。快请坐。不，此非公道，但坐不妨。坐吧。坐啊。谢老爷。方才吩咐下令发签，何故劝阻？此案尚有隐情，老爷岂可冒若下令啊？有何隐情？老爷，此案因双方争媒丫头而起。老爷可知那个被争媒抢得的丫头是谁呀？是哪个？说起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。你还记得当年住在葫芦庙旁的曾世英曾老爷吗？怎么？那丫头就是他的独生女儿，小名叫英莲啊！原来是他。
银莲，无岁时陪管，怎么到如今才埋呢？哎呀，这种拐子单拐幼女，养子12、13岁就带至他乡专卖。如今也巧，那拐子来到金陵，偏偏租了我的房子来居住。这样，哎，那还是我见那丫头，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爹出门去了？啊！哎呀，他是你亲爹？哦，他不是你亲爹，你是被他拐来的。你家原来住在苏州昌门外葫芦庙吧？我知道。后来呢？如今英莲被薛蟠抢去，也不知是为呀。老爷，且慢！老爷，不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啦。怎么？老爷用人到此，一样顶顶要紧的东西。不关乎，难道必人担随身？官府，那是如今万族地方官的都有一张本上最有权势及其富贵人家的名单，就叫副官府。小的身边超有一张。老爷，请快。嫁不嫁，把你为堂金作马。阿房宫300里，只不下金陵一个市。东海缺少白玉裳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喜，真知是土，今是天。这历年淑女，其中有何深意？这说的是金陵4大豪门：贾府、知府、王府、薛府。老爷要捉拿的凶顽胁迫，就是这丰年大喜之喜呀！哼！正因他是金陵一霸，本府才要为民除霸。老爷，小的听说
老爷今番用人到此，先让永国府贾老爷的前来报警啊！老爷可知这血本就是这贾政贾老爷的亲姨外甥啊！血本之母和贾政夫人乃是同胞姐妹，如今血本一家正往京都贾府都请去了，老爷发气，那谁去呀？老爷，贾氏王氏四大家，赫赫有名，绝世大。宫中有女莫忘恩，少里有人张英霸。世袭官职代代传，金银皇上做妹妹。四大豪门早攀见，联络有情难分出。一生举身待无疑，一用俱用谁观察？倘若是了谢大爷，只怕老爷你不是条脑袋，便是有伤。血盆家奴带到，带上来。是。叩见大人。血盆逃亡无此，速速招来。大人，谢公子先生饮酒过度，已得暴病身亡。暴病身亡，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棺木藏在家中，今有地方乡人邻里居民作证，请大人过目。被告谢文上层黑名，本当4岁，今暴病身亡，谁有应得？大人，谢家应付冯家8人500两，作为冯家丧葬之费。多谢大人。这暴病身亡，望望大人明察。退堂。明
生之事已完，不必顾虑。夫人，今令外甥那件案子，多亏贾雨辰就中为止，已经办妥了。哎呀，老爷快坐。老爷太太，金陵已太太大了，故儿继儿下家最近，已在门外下车了。快开门迎接。